廖中恒指變盤向下，但係調整嘅空間有限，支持嘅目標究竟係幾多呢？巴巴金粉磨板加上咗變盤啦，百幅疊加，究竟係咪可以加入啦？大家好，歡迎嚟到康美小金投資有道。面對2025嘅不確定性，我嘅研究方向係堅持波段交易，做有價值嘅股票。第一次睇翻我哋影片嘅朋友仔，記得可以點讚、訂閱、打開小鐘仔。接下嚟，我哋一齊進入到第253期港股研究。特朗普對歐盟發表揚言6月1號徵收50% 關稅，北京係咪鬆口氣啊？所以對於股市嘅影響呢，而關於股市下半年嘅走勢推演，我已經喺5月13號嘅直播講解啦。6月中之前，股市仍相對穩定，甚至都有拉開空間去承接7月關稅落地嘅風浪。中間仲疊加咗美聯儲議息6萬億嘅美債是否違約，都為股市嘅不確定性畫上一步啦。詳細嘅內容，大家可以關注13號嘅直播內容。反觀依家，今個星期直播已經強調咗恒指22號變盤見高點，而按劇本回調啦。但係下個星期又點睇呢？我哋去關注一下回調嘅支持位，又或者係目標位。咁既然提到支持目標啦，所以我哋第一時間打開個裂口去睇。小金一直都同大家去強調22,907至到22,982呢一度嘅區間係75點，會去判斷到係恒生指數嘅呢一個支持位置。曾經3日唔回補呢一個位置，當時都同大家去講過，話呢一度3日唔回補就形成強勢嘅裂口啦，所以係對於未來形成咗支持嘅作用。包括我哋見到啦，22號係恒指嘅呢個變盤之後，我哋去關注下恒生指數嘅呢個變盤時間分別係6號、13號同埋22號。當然接住嘅5月尾或者係話6月份再有冇佢嘅變盤啦，咁大家記得一定去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啦，甚至要加入到我哋嘅金粉學習圈。好啦，我哋去關注下喺22號恒生指數嘅變盤出現咗調整。按照呢個理論嚟講，即係之前升嘅，所以佢變盤向下啦。其實依家都係按照呢個劇本喺度行緊，只不過係話佢調整嘅幅度唔係好大因為畢竟呢一度仲有一個峰值嘅支持啊嘛，23,160嘅位置係峰值嘅支持，以及呢一度22,900嘅裂口相差嘅距離其實唔係好大。喺呢度出現咗橫行震盪，其實已經係疲軟咗2個星期啦，唔再係話之前嗰輪一路咁飆升啦，上升係缺乏咗一定嘅力度。畢竟依家又接近咗嘅係美聯儲會唔會降息6月份就要到啦，7月份就要到啦，所以市場嘅觀望情緒喺呢度係比較大嘅。所以我哋去總結一下咁依家要去判斷嘅恒指調整嘅位置22,900啦，以裂口去作出到判斷啦。好嘅可以明白到嘅都可以喺下方覆翻我呢一個裂口嘅位置22,907至到22,982嘅如果更多嘅內容我哋都接住會喺直播當中再詳細每日同大家去跟進。好啦，咁我哋就要去講下個股啦。市場嘅判斷一個複雜嘅環境。咁就係由於呢一個關稅政策或者地緣政治衝突影響嘅全球嘅不確定性，所以我喺今年一直都同大家去提到面對2025嘅不確定性，我哋嘅做法係點樣呢？堅持波段交易，做有價值嘅股票啦。好啦，咁為此喺我哋嘅我哋投資有道已經8周年嘅時間啦，同大家隆重推出咗我哋嘅作戰體系。物力首創數據鏈共享協同作戰體系，依家唔再係單打獨鬥嘅時候。有人都同我提，小金你一直都提到 RSI， 提到固比，係咪我一招可以食遍天下呢？小金完全冇咁講過，當然唔代表 RSI 或者固比唔好，
小金都一直用緊。好，但係我哋仲要判斷點解有時會嘅幅度大，或者有時嘅幅度會細啲咧？佢依家嘅機構喺度做緊咩啊？所以雲力首創數據鏈共享協同作戰體系，我哋就要判斷下整體嘅情況，提升我哋嘅認知，透視機構嘅底牌。例如我哋點樣去睇到有價值嘅股票機構嘅底牌又係點樣判斷呢？嗱，我哋第一個就去作出到預警，預警下敵情喺邊度，去預警機構嘅動向。點樣預警呢？通過上帝之眼啦，高維度咁確定佢。例如我哋去分析咗阿里巴巴嘅呢個變盤圖譜嘅時候，而呢張圖截止到嘅係星期四，但係星期五咧動靜唔係好大啦。其實去回顧下阿里巴巴嘅變盤圖譜，好多人都有啦。第一個係2號，2號當時就係呢一度，一直喺呢一度橫行震盪，橫行震盪。等陣我哋都會去解讀下點解喺呢一度震盪。首先5月2號就會選擇咗變盤，佢選擇係變盤向上嘅。行到呢日嘅時候，當時我哋喺12號星期一晚上同大家去做直播提到阿里巴巴係升出嚟嘅高點，所以見到高位回落啦，回落到依家23號星期五嘅時候，是否真係一個低點呢？但係我哋至少已經知道呢一個位置係一個重要嘅變盤時間啦，所以你通過高維度咁預警，你會提前知道你應該嘅操作係點樣嘅。至少喺呢一刻去睇，佢係變盤選擇向上嘅概率比較大。於是乎，我哋就要去跟蹤佢嘅呢一個發現機構嘅痕跡。機構係唔係喺度伏擊咧？用到我哋嘅最聰明嘅大腦去思考下，最強大腦通過我哋嘅金粉專用模板去發現機構伏擊嘅痕跡。例如呢個係小米為例，佢係點樣機構嘅伏擊嘅痕跡咧？就係出現到我哋金粉專用模板底部即將到嚟，底部即將到嚟。當然呢一度點解係跌穿嘅？冇辦法啦，黑天鵝。4月7號關稅問題導致咗小米跌咗20%，但係隨後喺4月8號就立即上嚟啦。點解啊？因為機構已經伏擊咗佢啦。隨後小米就一路行到依家。所以究竟依家阿里巴巴係唔係機構已經伏擊咗呢？好啦，我哋去關注一下阿里巴巴目前嘅表現先。通過我哋嘅最強大腦要去判斷。之前先頭講啦，喺呢一度12號變盤調整向下已經調整到呢個位置啦。咁中間咧都有疊加咗佢嘅業績唔係好理想咁導致咗佢出現咗一個下跌。好，行到星期五嘅時候，大家關注咗咩咧？右邊嘅籌碼係唔係已經出現到紫色啦？紫色意味着咗係一個超賣 oversold 跌到極限啦。當然要去睇佢是否去確認籌碼是否轉翻到黃色，去確認到佢真正嘅低位出現，亦即係講翻嘅是否出現到一支紫色嘅金粉專用模板，嗰支金粉底就係籌碼轉黃色嘅時候，呢一度就將會去出現到一支紫色嘅燭啦。咁就係我哋確認到低位嘅時候，所以呢個位置就好關鍵啦。星期五係一個變盤，咁究竟星期一佢可唔可以轉到黃色咧？係咪？係唔係星期五係跌出嚟嘅低點咧？因為都有朋友喺星期五嘅時候問咗小金，話小金佢仲未升喎。係，我都同佢提到，佢是否係跌出嚟嘅低點啊？跌出嚟嘅低點就好啦。星期一如果可以收翻到黃色籌碼，咁咧出現到一個向上，咁就係一個理想狀態。當然我呢度提到嘅都係短期，因為呢一度嘅裂口會去作到阿里巴巴嘅大阻力。好啦，假設佢真係反彈上嚟，我哋就要去關注一下佢大嘅阻力係幾多啊？呢個裂口比較細啦，121.8至到122.1，重點大嘅裂口係124.7至到127.9。星期五嘅收市收到118.8，
你話空間係咪好細啊？6蚊都唔到，所以我哋要去關注一下呢個問題先嗬，就會發現佢嘅機會係大定係細咧？依家我哋發現咗機構喺度伏擊啦，嗱，等翻確認啦，咁究竟佢嘅反彈機會係大定係細咧？嗱，我哋要去繼續去關注，探測一下依家目前機會嘅大細，依然用到阿里巴巴同大家判斷。先同我哋講，23號係一個變盤，淘寶變盤時間。好啦，呢一度我哋去關注一下機構嘅成本係點樣嘅。首先5月14號係呢一個位置，當時佢嘅佢嘅短期資金成本，短期資金成本係121.88，然之後5月15號嘅時候，隨着股價嘅見高點出現咗調整，依然提到佢短期嘅資金成本係122.063，隨後出現咗後期一路嘅調整之後，行到咗19號，亦即係出現到業績嘅第二日啦，呢日啦，機構仲同我哋提到嘅係咩咧？呢個係機構黑科技哈，黑科技同我哋去探測咗佢嘅短期資金成本依然喺121.9，但係實際上行到呢度嘅時候，股價已經跌穿咗122蚊啦。包括星期五已經見到118.8，咁究竟佢點行啊？嗱，我哋關注22號，佢短期嘅資金成本係121.7，好啦，依家係唔係跌穿咗呢個122蚊啊？係咪跌穿咗121.7啊？究竟佢係唔係可以翻到122樓上咧？會唔會翻到121樓上咧？所以先頭講啦，機構成本包括機構喺度伏擊啦，又係佢嘅變盤時間，所以我哋就要判斷下究竟機會大定係細，所以佢要重新翻到佢嘅沽壓上方啊！佢嘅沽壓喺121嘅時候，佢要重新翻到沽壓上方，佢先會去轉強啊嘛。如果唔係，你上邊有一嚿嘢紮住晒，你喐都喐唔到身。雖然你嘅時間到位啦，雖然咧你有機構伏擊啦，你就係判斷伏擊嘅大細啦。所以呢個關於到阿里巴巴嘅判斷，明白未啊？嗱，我哋再去關注一下一個問題，小米係點樣上升嘅？包括小米係點樣回調之後再見低位再上升嘅？第一時間去關注3月31號嘅時候，呢度呢一支竹咧遮住咗啦，喺呢度。3月31號嘅時候提到我哋佢嘅中長期嘅機構成本喺38，嚟，大家喺下方咧覆翻小金38先，幫我哋記一記呢個數字。4月2號呢一支竹行到呢一支竹嘅時候，依然提到我哋中長期嘅成本喺38.413，行到4月3號、4月7號，好啦，我哋關注一下4月7號。4月7號佢中長期嘅成本喺38.631， 4月7號跌咗20%啦。係咪當日其實已經跌穿咗38蚊啦？因為最低位已經見到36蚊啦，但係隨後喺4月8號立即收翻到38蚊以上。我哋去關注下4月8號最低位見到37.45，收市收到38.9。4月7號由於市場嘅大跌，冇辦法，所以佢4月8號立即就收翻到38樓上啦。原因咧，因為佢嘅機構成本就喺38呢個位置，機構就唔會俾佢再跌穿啦。所以判斷嚟講，呢一度係咪佢嘅機會比較大啊？探測到機會嘅大細啦，呢一個位置就係機會比較大。隨後發生咗小米嘅回升，一路行到53。好啦，有人話我 miss 咗呢一個信號，我點樣又可以去關注到後期咧？好啦，我哋再同大家去講下喺近期呢啲點點嘅位置都係佢嘅變盤圖譜嘅位置呵。嗱，5月2號係變盤，所以佢出現咗調整。咁調到邊個位置啊？我哋就關注啦。第一個時間5月12號係小米嘅變盤時間，然之後
你行到5月9號提到佢嘅短期嘅機構成本喺48.777， 5月12號變盤當日提到我哋係48.8，嗱，我哋去關注一下當日嘅走勢。5月12號當日嘅走勢最低位見到48.4，而收到50.6，點解收翻上嚟啊？因為機構嘅成本就喺48.8左右，唔會俾佢跌穿啦。所以佢嘅機會係大定係細啊？係咪比較大噶？之前呢一個位置機構伏擊咗啦，所以佢一路上升，行到呢度再震倉之後再上升。點解最近又破咗呢度嘅高位呢？因為機構成本喺48.8左右，依家明白未啊？佢機會係咪大啲啊？好啦，咁對於依家小米又出現咗一個回調嘅時刻，咁又點樣去操作呢？好，我哋學過嘅方法例如可以用到30或者係50都可以去判斷小米回調嘅入貨信號。我哋一齊咧去關注一下目前嘅小米變化先。裂口回補啦裂口回補啦，嗱，呢個位置係形成咗支持嘅回補因為本身3日內唔回補，形成強勢裂口啦。點解星期五插翻落嚟收翻上去啊？呢一個位置係有支持嘅。對於小米下一個變盤時間係27號，好啦，我哋去關注一下27號是否係機會。依家27號係星期二我哋睇先頭講嘅30或者50啦。我哋以50去判斷，呢度係5、4、3、2、1，亦即係講星期一嘅時候要收出支陰燭，佢至少先符合到50嘅條件。如果唔收出支陰燭，佢星期一就收陽燭啦咧。好嘅，呢一個方法唔適用。咁我哋就要睇是否有30啦。30呢度係1，呢度係2，一樣。星期一是否可以創出一個新低？盤中創新低你收市唔創新低都唔緊要，係盤中創新低，咁樣咧先會維持到3之後先會有0。如果0收嘅陽燭，咁就係佢機會啦。當然呢啲方法咧，之前小金都同大家去講過啦，喺呢度唔重點去介紹。如果你想繼續去研究嘅，記得咧去訂閱我哋嘅 channel， 明白未啊？所以關於到小米咧，我哋講到呢一度，結合咗變盤圖譜嘅時間去睇，假設佢星期一繼續下跌，跌到5月27號，是否就係佢嘅機會呢？大家覺得呢？呢一度就係我哋叫綜合作戰體系啦，從上帝之眼去判斷佢嘅時間問題，你以高維度去作出到預警，然之後通過咗呢一個機構嘅伏擊去發現機會，最後去判斷呢個機會嘅大細，而最終其實仲要去落到我哋要去進攻。我都夾定咗呢個股票啦，我點樣進攻啊？先頭30、50都係進攻嘅方式，又或者係話用到我哋嘅機構聰明資金等等都可以去判斷進攻嘅方式。例如我哋去打開下 AI 聰明資金去睇下，以小米為例，小米其實喺日線角度咧，佢係冇呢個聰明資金嘅，但係我哋可以關注到佢嘅分鐘圖。分鐘圖其實呢一度有2次嘅襲擊嘅時間啦。點解當時5月12號你就可以去作出到呢一個進攻呢？首先5月12號發生咩事啊？先係咪講上帝之眼變盤時間然之後咧機會係比較大嘅，因為跌到莊家成本。好啦，我哋就要去進攻。5月12號當時下晝3點半嘅時候，呢度係60分鐘圖佢話俾我哋知呢一度已經開始有 AI 聰明資金啦，所以我哋鎖定咗目標，咁就可以去作出到進攻。AI 聰明資金出嚟之後，係佢再穿咗唔緊要，聰明資金都出嚟啦，機構已經喺度進攻啦，我哋咪一樣跟住佢進攻咯，最高上到55.7。當然呢個短線嘅角度咧，因為呢條綠色線叫先前資金線，因為呢一條線已經向下啦，所以佢短期係出現個調整。好啦，咁小米是否真係到27號嘅時候，我哋可以進攻呢？
先頭我哋嘅方法都同大家講咗啦，最好就係再次有 AI 聰明資金出嚟，明白未啊？包括到阿里巴巴，嚟我哋一樣睇阿里巴巴嘅呢一個60分鐘圖嗱，呢啲位置 AI 聰明資金出嚟之後，60分鐘行咗幾個鐘，其實唔止幾個鐘啦，2-3日嘅時間啦。當然最後咧就由於業績嘅問題出現咗個下跌，嗱行到呢個反彈。點解弱啊？因為冇聰明資金出嚟，並且佢嘅先前資金線都喺水平嘅下方，所以大家識得點樣去判斷未啊？好啦，如果你再想去關注騰訊、美團或者比亞迪等等嘅股票，咁大家咧都可以喺下方留言嘅啊，我哋有機會繼續同大家去研究呵。拋磚引玉，主要咧係同大家去分析啊，依家嘅股市唔再係單打獨鬥嘅時刻。喺呢一種嘅環境當中，我哋需要到嘅係一個作戰體系，唔係某一個指標就打遍世界無敵手啦。每一個指標都有每一個指標嘅局限，只不過你點樣去用佢。有人都同我講 RSI 唔好，但係有人都同我講 RSI 咧俾我抄到底啦。例如我哋一直都同大家講嘅4325啊，但係唔係 RSI 咧可以解決所有嘅問題咧？大家就發現啦，唔一定啦。點解呢位朋友話唔太好用啊？因為咧，依家唔再係某一個指標可以食遍天下嘅時刻，所以大家有冇加入咗我哋嘅戰略指揮中心？點解一直都同大家去提？依家去關注全球嘅環境。我哋從喺舊年嘅2024年嘅5月就同大家去提到全球環境嘅問題，全球環境嘅重要性。而唔係只係關注某一個指標、某一支 K 線嘅問題啦。喺小金金粉學習圈當中，大家一直都有關注到，小金會就翻到關稅嘅環境、中美嘅變化等等，都有同大家去解讀嘅，包括都預測咗呢一個股市下半年嘅走勢等等。所以你是否需要一個團隊呢？如果需要，歡迎大家加入到金粉學習圈。更多嘅我哋通過機構黑科技去判斷。探測機會嘅大小，然之後我哋最有最強大腦話俾我哋知呢個機會喺邊度，最後去進行到進攻衝擊啦。好嘅，我哋今日嘅內容咧就同大家去分享到呢一度啦，我哋下期再見，拜拜。